走，你先走，你先去那个旋转木马前面那台爆米花，等一下我飞过去，你在那里救我就行。OK。漂亮。去门口那台爆米花记得我，门口那台。OK。不是那边，向后转。啊？向后转，然后左转，不对，再往前走，回来，是这一台呀。来哪？向后看。哦，这儿呢。拜拜。